顯現期第三主日早禱崇拜。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應當肅靜，肅靜，肅靜，應當肅靜。阿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咁代表教會係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我哋網上嘅崇拜。喺今日大雪嘅裏邊，我哋都係預備我哋嘅心嚟親近主，讓我哋一齊嚟到去敬拜我哋嘅上帝。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哋喺天父嘅面前聚會，要讚美他，聽從佢嘅話，並要為我哋自己和全世界嘅人，求他賞賜生活所必須嘅恩典。現在我哋應當安靜，以謙卑和順從嘅心，承認我哋嘅過錯，這樣我哋才能係靠主無窮嘅良善和恩慈，得蒙赦免。我哋安靜我哋嘅心，省察我哋已知同埋無知嘅過錯。我哋用淨罪文祈禱話：最慈悲嘅上帝，我哋承認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常常得罪了你，應做嘅不做，不應做嘅反去做。我哋沒有全心愛你，也沒有愛人如己。現在我哋懊悔認罪。求你為咗你嘅愛子耶穌基督憐憫我哋，饒恕我哋，叫我哋樂意遵行你嘅旨意，將榮耀歸給你嘅聖名。阿門。全能嘅上帝施恩俾你哋，藉着主耶穌基督饒恕你所犯嘅罪，增強你哋行善嘅力量，用聖靈嘅大能保守你哋進入永生。全能的上帝施恩給你們，借着主耶穌基督饒恕你們所犯的罪，增強你們行善的力量，用聖靈的大能保守你們進入永生。阿門。本主日嘅舊約經課係記載喺以賽亞書第9章1至4節。以賽亞書第9章1至4節：從前上帝使西布倫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視，末後卻使這沿海的路、約旦河東、外邦人居住的加利利地得榮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你使這國民眾多，使他們喜樂大增。他們在你面前歡喜，好像收割時的歡喜，又像人分戰利品那樣的快樂。因為他們所負的重軛和肩頭上的杖，並欺壓者的棍，你都已經折斷，如同在米甸的日子一般。這是上主的道。感謝上主。今日嘅詩篇係選自第27篇1節，由4至9節。呢首係大衛嘅詩，
表達對上帝嘅信賴嘅祈禱，當中係呼求神喺苦難中嘅拯救。我哋一齊誦讀詩篇第27篇。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生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宇裏求問。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將我隱藏在他的帳棚裏，把我藏在他帳棚的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磐石上。現在我得以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我要在他的帳幕裏歡然獻祭，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耶和華，我呼求的時候，求你垂聽我的聲音，求你憐憫我，應允我。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的心向你說，耶和華，你的面我正要尋求。求你不要轉面不顧我，不要發怒趕逐你的僕人。你向來是幫助我的，救我的上帝啊！不要離開我，也不要撇離我。願主與你們同在，願主也與你同在。今日嘅福音經課係寫喺馬太福音第4章12節至第23節。願榮耀歸於主耶穌基督。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就退到加利利去。後來離開拿撒勒，往迦百農去，住在那裏。那地方靠海，有西布倫和拿弗他利地區。這是要應驗以賽亞先知所說的話：西布倫、拿弗他利，沿海的路，約旦河的東邊，外邦人的加利利。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從那時候，耶穌開始宣講說：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耶穌沿着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兩兄弟，就是那叫彼得的西門和他弟弟安德烈，正往海裏撒網。他們本是打魚的。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他們立刻捨了網，跟從他。耶穌從那裏往前走，看見另外兩兄弟，就是西比泰的兒子雅各和他弟弟約翰，同他們的父親西比泰在船上補網。耶穌就呼召他們，他們立刻捨了船，辭別父親，跟從了耶穌。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導人，宣講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疾病。這是上主的福音。願讚頌歸於主耶穌基督。你準備好帶埋啲小朋友嚟聽到未啊？你可以而家即刻帶佢嚟噶，要同佢講一啲話都幾得人驚嘅嘢噶噃，所以你要陪下佢喎。咩得人驚呢？因為好多細路仔怕黑噶嘛，一怕黑咧，佢哋就會喊啊，就會驚噶，所以要大人陪同。好啦，我講黑暗喎，黑掹掹噃。各位小朋友，你怕唔怕黑啊？突然間熄晒燈喎，冇晒電喎，屋企裏邊咧黑掹掹，乜嘢都睇唔到喎，咁你驚唔驚啊？你梗係驚啦，我都驚啊！突然間冇咗電，或者話黑掹掹喺嗰個屋企裏邊，
唔單止係突然間冇咗電喎，而且係成日都冇電喎，幾日都冇電喎，日日都冇電喎。哇！咁係咪一個好突然驚啊？自己都好怕咧。係啊，我哋咧知道咧，主耶穌咧就係世界上嘅光噃。今日嘅聖經咧就話俾我哋聽咧，耶穌咧就係去到嗰啲坐喺黑暗當中、死蔭當中嘅人喎，即係話去到嗰啲哇伸手不咩都睇唔到嘅人當中喎，然後佢係一個嘅光照亮我哋。哇！我好驚睇個光，冇光喎，熄晒燈喎，冇電喎，突然間着翻燈，係咪安樂晒咧？係咪唔使怕咧？當然啦，爸爸媽媽喺你身邊咧，你梗係唔使怕啦。正如一樣，主耶穌都係喺我哋當中，佢係嗰個光喺我哋嘅周圍當中咧，照亮住我哋，喺黑暗當中照亮我哋，所以我哋係唔使驚嘅。耶穌基督就係嗰個照喺黑暗中嘅人嘅嗰個嘅光。咁所以我哋知道主耶穌就係我哋嘅亮光，我哋驚唔驚啊？唔驚啦。好記住咯，耶穌會照亮我哋。好，感謝主，我哋一齊祈禱，謝謝天父，耶穌基督係你差嚟呢個世界上嘅光，光照喺黑暗當中，所以我哋就唔使驚，我哋多謝你。多謝你，你係我哋嘅光，奉主名求，阿門。今日咧就落大風大雪，我哋喺屋企裏邊咧就坐喺屋企裏邊咧就翻唔到教會。但係咧，人就翻唔到嘅教會，但係我哋嘅心咧，亦都係應該係喺教會嘅裏邊。今日咧係呢個嘅顯現期嘅第3主日，我嘅講題係延伸使命，去傳福音同埋服務社區。各位弟兄姊妹，你聽過有幾多次話我哋要傳福音啊？我哋要服務社區嘅嗰啲道咧？有冇人唔知道基督徒應該要去傳福音？有冇人唔知道教會要服務社區咧？咁點解我哋要成日就話，提醒教會，好似好囉嗦咁，要傳福音，要服務社區，甚至咧我哋成日都要提醒我哋嘅教會嘅使命宣言喎。點解啊？因為咧教會好容易患咗一個身份失憶症啊，即係唔記得咗自己係邊個，唔記得自己應該做啲乜嘢嘅事情。尤其是一個人老咗咧，就容易唔記得噶。教會咧越嚟越耐咧，就會唔記得去傳福音噶。即係教會初初成立就好熱心傳福音嘅，耐咗咧失咗憶啊，唔記得自己係邊個，唔記得自己應該做啲乜嘢。教會點解要傳福音啊？因為呢個係耶穌基督派俾教會做嘅嘢。天使係服役上帝嘅靈，但係耶穌冇派天使去傳福音噃，甚至可以話咧，天使就冇呢一個嘅身份去傳福音。因為傳福音係啲蒙恩得救嘅人嘅任務，所以只有教會先至有呢個嘅使命。好啦，咁講完傳福音先，就講下社會服務啦。好啦，今日教會一定要傳福音啦。咁係唔係教會先至有服務社區嘅責任呢？請你諗下，係咪淨係教會先至有服務社區嘅責任呢？當然教會淨係教會先至有服務傳福音嘅責任啦，就講咗啦。咁服務社區係唔係淨係教會先至有呢個責任呢？唔係噃，
服務社區，人人有責啊嘛，係咪啊？咁係咯。咁點解我哋又要時時提醒教會話要去服務社區呢？點解啊？因為教會有時咧就會社區失蹤啊 ，social absence 啊，社區失蹤喎。咩叫社區失蹤啊？誒，唔知去咗邊度喎？我哋信咗耶穌啦，就以為我哋得救啦，咁我哋就上天堂啦，咁應該要退出江湖，遠離呢個世界，所以世界嘅事同我哋冇關啦，咁咪變咗社區失蹤咯。顯現期嘅福音嘅經課咧，每一段都會提醒我哋耶穌基督嘅所是 ，Who He is， 耶穌嘅身份同埋佢嘅使命。而教會嘅所是，教會嘅身份同埋使命咧，都係從耶穌而嚟嘅，係從佢嗰度延伸而嚟嘅。所以睇下耶穌咧，我哋就會發現到教會應該係喺邊度，應該做啲乜嘢嘢啦。今日第一點咧，個經課話俾我哋聽咧，耶穌退到加利利，為佢嘅事工定位。呢個馬太福音咁講，耶穌聽到約翰下了監，就退到加利利。呢個一個退字咧，真係可圈可點啊！咁耶穌唔係退出江湖喎，因為佢仲未開始佢嘅使命，咁就退出江湖，唔可能嘅。佢嘅使命尚未開始啊，到呢個嘅經課選段嘅最尾4章17節嗰度先至講，從那時候耶穌開始宣講，說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所以耶穌基督嘅事工仲未開始，咁何以退出江湖呢？咁耶穌點解要退呢？耶穌聽到話約翰下監，係咪耶穌怕咗？呢個約翰啊，鬧分封王希律安提帕，話佢道德生活腐敗。王聽見咧就唔高興，就用佢嘅政治嘅權力將約翰滅咗聲，甚至咧就使約翰喺公眾嘅視野當中消失咗。呢個咪啱啱係耶穌出場去填補耶穌基督俾人滅聲、俾人失蹤嘅空間咧？約翰一直以嚟嘅工作就係咩啊？為耶穌做開路先鋒噶嘛。但呢個時候耶穌不伸不出，反縮反退，從猶大嘅地區退到加利利，係咪佢怕強權、怕衝突、怕危險咧？其實啦，加利利咧都係希律安提帕嘅地盤嚟噶噃。如果佢真係想走佬、想躲避，就要走遠啲啦。所以耶穌基督嘅退咧，係一個對局勢嘅審視，喺兇險嘅形勢當中，佢要辨識時機，去辨識上帝嘅旨意。耶穌同我哋所謂嘅退一步海闊天空咧係唔同嘅。我哋睇嘅就係環境究竟係順啊、逆啊，睇我哋嘅能力啊，睇我哋嘅得失啊，睇我哋嘅安危啊。但耶穌唔係咁考慮嘅。耶穌退到加利利去，係俾自己一個辨識上帝旨意嘅一個心靈嘅空間。耶穌退唔係猶豫，佢咪退縮，唔係逃避，而係tuning 調頻啊，佢要 make sure 佢係 in tune with God's will and timing， 佢要咧就清清楚楚嘅調教佢嘅心靈頻道啊，等佢咧係完全同天父嘅心意係一致嘅，佢要調教調入到去天父嘅心意，聽到天上嘅聲音，佢聽到噶，佢已經聽過噶啦。天父對佢話：你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喺佢領洗嘅時候，天上個聲音咁同佢講，所以佢要做天父喜悅嘅嘢。佢唔會行喺天父嘅面前，亦都唔會擔言天父嘅時間表。嗱，我哋做天國嘅事工呢，或者我哋自己做一個決定都好啦。我哋唔能夠拍下心口，拍下個腦門就話，嘿，做啦咁。我哋要好似耶穌咁，先退，安靜等候上帝嘅帶領。做教會去侍奉，唔係得個做字喎，唔係得個 do 字。To be 喺 to do 之前，即係話你要搞清楚你係邊個，你嘅所事，你嘅身份，然後先至去做喎。所以呢個退咧，就係一個退休嘅退。退休我哋時時都以為好消極噶，好似咩都唔做咁。其實靈修退休就係喺上帝面前好似乜嘢都唔做。唔係啊，我讀經祈禱啊，係。咁你讀經祈禱係做乜嘢嘢咧？就要 get in tune with God，tune into God， 調頻啊，將你嘅心態，將你嘅思想調教到與耶穌基督一致，以基督耶穌嘅心為心，清楚收到天父想你做啲乜嘢嘢。耶穌退到加利利就係要清楚聽到天父想佢做啲咩嘢。好啦，第二點啦，耶穌係坐在死蔭之地嘅人中間。呢啲死蔭之地嘅人係佢服務嘅對象。馬太福音咁講噃，耶穌嘅退呢，其實係實踐佢嘅使命，為實踐佢嘅使命而踏出嘅一步。不過咧，佢唔係踏出喎，佢係退喎。退嘅意思係一個返到佢嘅原初點，去到一個嘅退啊，即係好似從最矚目嘅一個嘅環境嘅當中退咗落嚟喎。以賽亞咧就解釋得好清楚俾我哋聽啦，呢個退係咩意思？以賽亞就話啦，耶穌嘅退到加利利係應驗先知以賽亞嘅預言。西布倫、拿弗他利、沿海嘅路、約旦河嘅東邊、外邦人嘅加利利，那坐在黑暗裏嘅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蔭之地嘅人有光照耀他們。耶穌呢，履行使命嘅起點就唔係喺政治宗教嘅活動嘅中心點，而係喺一個邊緣嘅地區啊，就叫做加利利。自從咧西布倫、拿弗他利呢兩個嘅支派啊，就係嗰個地方俾亞述咧俘虜充軍，嗰個地方咧就由一啲外邦人遷入嚟。佢哋唔係以色列族裔嘅噃，佢哋唔信上帝嘅噃，佢哋亦都與以色列人所立嘅約同上帝立嘅約係冇關嘅。所以咧，先知以賽亞咧就形容加利利人咧係坐在黑暗裏嘅百姓，坐在死蔭之地嘅人，因為佢哋冇福音，佢哋唔認識上帝。耶穌退到呢個外邦人嘅加利利，係一個最黑暗嘅地方，而佢就喺個地方照耀在那裏的人。逼佢在黑暗裏啊，喺黑暗裏邊咧就係一個最唔安全嘅地方，最缺乏資源，你乜嘢都做唔到，好容易俾人哋傷害，俾人哋壓迫嘅地方。嗱，以賽亞就用呢個嘅坐字去形容咧呢班人咧，呢啲係加利利嘅人咧，呢啲外邦人咧係
坐以待斃，等死啊！佢哋冇能力去移向呢一個嘅光明，佢亦都冇盼望，除非有光照射喺佢哋當中，有人俾佢哋力量，有人傳福音俾佢哋聽。嗱，教會嘅宣教事業就係做呢啲嘅嘢噃。哇，咁偉大啊！唔係，我講嘅嘢係好簡單嘅啫，聖經所講嘅就好簡單嘅啫，即係我哋要去認出啊，喺我哋嘅社區當中嗰啲弱勢嘅群體，最需要人幫助嘅人，最冇資源、最冇能力嘅、最冇盼望嘅人，我哋要俾佢哋知道，耶穌基督就係佢哋嘅希望，福音俾佢哋能力。所以咧，我哋要喺教會當中咧，有一個嘅叫 social presence， 即係話我哋喺社區當中咧，俾人知道教會喺邊度，喺嗰度做啲咩嘢，然後啲人先至會嚟到教會當中去尋求幫助。嗱，當然啦，我哋亦都要去到佢哋當中去傳福音啦。但係首先咧，我哋呢個群體喺嗰個地方咧，係要有一個嘅 presence， 正如耶穌喺加利利當中有一個嘅 presence， 有一個存在，人哋知道佢喺嗰度。教會喺一個點樣嘅社區存在，就有點樣嘅見證。教會嘅社會服務係由於教會所在嘅地區嗰個最黑暗嘅方面、最軟弱、最缺乏、最痛苦嘅地方去入手。我再講一次，教會嘅服務喺邊度入手咧？就喺教會嘅，就係喺社區嘅黑暗嘅地方入手。我哋嘅對象就係嗰啲坐在黑暗中、坐在死蔭之地嘅人當中，佢哋係痛苦嘅、缺乏嘅、軟弱嘅、冇盼望嘅。嗱，咁樣咧，就帶翻我哋去另外一個嘅起點啦，就係 Who we are， 教會嘅身份係乜嘢？佢嘅使命係啲咩嘢？或者話我哋喺社區當中，教會社區當中係有個咩嘅形象咧？第三點，耶穌宣講話：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呢個就係福音嘅信息，福音嘅內容。4章17節咁講，從那時候耶穌開始宣講說：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傳福音，傳福音係一個嘅消息，福音即係話好消息咁解。但呢個嘅好消息咧，有啲人聽起上嚟咧就係壞消息嚟嘅。約翰宣講啦，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希律安提帕呢個分封王咧，聽到好哽耳，好唔安樂，因為呢個係一個壞消息嚟嘅，所以佢就將約翰咧就捉咗去坐監，最後殺咗佢添。跟住耶穌就宣講啦，你們要悔改，因為天國近了。結果耶穌都係俾人釘十字架啦，因為對好多人嚟講，福音係壞消息。福音點解係一個好消息咧？又點解係一個壞消息咧？天國近了，耶穌宣告天國近了，係宣告地上嘅一切嘅國度、權力、利益都係短暫嘅，都係一場空嘅。
永恆嘅國度，上帝嘅國度將會嚟到，取代咗呢個地上嘅國度。天國來臨嘅時候呢，我哋要向造物主嚟到交賬啊！無論你係邊個，你都要向造物主交代你嘅人生。悔改係咩嘢呢？悔改就係人生嘅轉向啊！180度嘅掉頭喎，即係話我哋其實而家係走緊嘅路係背向上帝嘅，世界走緊嘅路係背向上帝嘅。傳福音就係呼籲人轉向，徹底嘅轉向，面對上帝。嗱，好多人唔敢咁做噶噃，因為佢怕咧面對自己嘅本相啊，見到自己本來個樣係咁嘅，個真我係咁樣樣嘅，害怕，好驚見到上帝啊，因為佢要向上帝交代佢嘅人生啊。各位弟兄姊妹，我哋感謝主，我哋已經信咗主啦，我哋轉向咗啦，我哋悔改咗啦。傳福音就係我哋呢啲本來係坐在黑暗死蔭之地嘅人，我哋蒙咗耶穌嘅拯救，然後我哋話俾其他坐喺黑暗死蔭之地嘅人，話俾你聽耶穌嘅光照耀我哋。教會要傳福音，亦都要服務社區。點解呢？因為我哋嘅服務啊，係證明福音係有效嘅，福音係正確嘅。教會願意追隨耶穌，退到社區當中，其實係一個生命嘅轉向，係一個嘅勇氣嚟嘅。我哋願意去到最黑暗嘅角落，最軟弱無力嘅人群當中去分享嘅耶穌嘅愛，你都敢願意面對強權，被強權壓迫嘅、蒙蔽嘅、支配嘅弱勢群體壓迫，幫助佢哋脫離黑暗。傳福音嘅人咧，自己本身係冇改變呢個嘅世界，冇改變人哋嘅命運嘅資源嘅喎，我哋冇能力去救人嘅喎，我哋只能夠分享一個我哋自己本來係坐在死蔭之地嘅人，點樣見到呢個光蒙恩得救，我哋就喺呢一個黑暗死蔭呢個嘅地方，喺人世間生命當中最低、最痛苦嘅呢一個地方開始傳福音。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當我哋去重新去提醒我哋福音嘅使命嘅時候，教會嘅使命嘅時候，呢段嘅經文，耶穌基督嘅退，讓我哋睇見嗰啲坐在黑暗當中嘅人，又讓我哋呢啲蒙恩嘅人能夠去到呢啲嘅弱勢嘅人當中，喺死蔭當中嘅人當中，喺人生命最低谷嘅人當中，將呢個嘅希望，將呢個力量同佢哋分享，讓我哋同心去祈禱，求主使用我哋嘅教會，成為呢個社區你美好嘅見證，使用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哋同心合意喺呢個地方凝聚，成為一個有基督生命嘅群體。求主喺我哋嘅生命當中，教會嘅生活當中，能夠喺呢個社區嘅當中，為主有美好嘅見證。求主加力與我哋同在，祈禱奉耶穌嘅名，阿門。
我哋聽咗羅牧師嘅教導，我哋用肯定嘅聲音，用使徒信經承認我哋嘅信仰。我信上帝是全能嘅父，是創造天地嘅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是上帝嘅獨子，因聖靈嘅能力成人，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他在本丟比拉多下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至陰間，第三天復活，升天，坐在聖父嘅右邊。他將要再來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嘅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我哋遵照耶穌基督嘅教導，我哋用主禱文祈禱。我哋在天上嘅父，願你嘅名被尊為聖，願你嘅國降臨，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哋日用嘅飲食，今日賜俾我哋，饒恕我哋嘅罪，如同我哋饒恕得罪我哋嘅人，不叫我哋遇見試探，拯救我哋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都是你的，從現在直到永遠。阿門。今日嘅祝文係將今日嘅經課一個總結嘅祈禱。全能嘅上帝，你純以恩典呼召我哋，並接納我哋嚟到侍奉你。求聖靈賜力量，使到我哋堪配你嘅呼召。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主基督與聖父、聖靈一同永生，一同掌權，同唯一上帝，世世無盡。阿門。而家係代禱嘅時間，我哋用啟應嘅方式獻上我哋嘅禱告。天父上帝，我哋為全世界嘅教會、信徒同埋事工祈禱，為保世聖公宗，特別為智利嘅 Iglesia Anglicana de Chile， 為加拿大聖公會，特別為 Peterborough Deanery， 為約克中區祈禱，特別為聖 Philip on the Hill Unionville， The Reverend Stephen Kern Incumbent， The Reverend Ajith Varghese Honorary Assistant， The Reverend Lorraine Runza Deacon。 主啊，我哋懇求你，叫我哋可以合而為一。求你使保世教會嘅每一份子都能真心謙卑服侍你。主啊，我哋懇求你，叫一切嘅人都能歸榮耀與你嘅聖名。為一切主教同埋牧者祈禱，特別為主教長 Shane Parker、Anne Germond 大主教、安士比主教、謝子樂法政牧師、陳澤滿傳道、徐慧雲傳道。我哋特別為到羅錫維牧師禱告，求主祝佑佢嘅聖工。主啊，我哋懇求你，叫他們成為你聖道和聖禮嘅忠心僕人，帶領教會廣我哋為傳福世上音。萬國執政掌權嘅人禱告，求主引領感化佢哋，將種族、文化、宗教、政見嘅紛爭消除，以人民嘅福祉為依歸，亦都為其他國家人民生活經濟嘅安穩，維護國與國貿易嘅公平，邦交嘅誠信，國土嘅完整得到尊重，確保世間嘅和平。我哋又關注愛護同埋珍惜大自然嘅資源，為烏克蘭嘅戰亂能夠早日結束，
加沙嘅重建，為受戰亂影響嘅難民禱告。主啊，我哋懇求你，叫世間有公義與和平、善意與和諧，共創未來。求你施恩，使我哋喺工作同埋侍奉嘅崗位上都能遵行你嘅旨意。主啊，我哋懇求你，叫我哋所做嘅都得蒙悅納，求主作美好嘅見證。為本堂嘅特別需要同埋所關心嘅事工，特別為到各外展活動得到主嘅帶領。主啊，我哋禱告，因為你是大有憐憫嘅主。為到嗰啲經歷苦難、病患、破碎、貧窮、孤單同埋受到壓迫嘅人嚟到祈禱，我哋特別掛念到嗰啲受到戰爭嘅破壞而無家可歸嘅，嗰啲喺嚴寒天氣之下而要露宿街頭嘅，求主你激發援助嘅心，引導援助嘅手，使佢哋能夠重新得到人間嘅溫暖。主啊，我哋懇求你，求你供應安慰同埋保守他們。為到身體、心靈同埋精神上欠安嘅弟兄姊妹，特別為到曉邦、敬芬、志強、影華、Kingsman、Michelle、泰康、孝明、彭飛、惠好、管旭、淑坤同埋其他我哋知識欠安嘅人。主啊，我哋懇求你，求你醫治他們，賜他們平安與盼望。求主賜福我哋大家，並為全堂教友同埋佢哋家人祈禱。今日為到恩樂一家、James 同埋鳳儀一家、美成同埋坤成、佑章同埋素思一家、偉雄同埋月芬。為本週生日嘅教友感恩，少坤、Athena、念華、文傑。本週獻花嘅 Athena 生日感恩，求主你繼續嘅眷顧。主啊，我哋懇求你，感謝你施恩輔助，時刻賜我哋與你同在嘅福樂。求聖靈使我哋嘅心意更新，能夠察驗天父嘅美好旨意。主啊，我哋懇求你，求主堅固我哋，謹守信仰，契合團契，彰顯主愛。求你賜離世者永恆嘅安息。主啊，我哋懇求你，叫光榮永遠照耀他們。而家讓我哋為自己祈求，同埋獻上感恩嘅禱告。恩慈嘅天父，求你因你嘅聖子，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悅納我哋嘅禱告。阿門。我哋一齊話：恩慈嘅天父，求你因你嘅聖子，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悅納我哋嘅禱告。阿門。結束禱文，全能永生嘅上帝，天地間嘅萬物都係你管理，求你施憐憫，悅納你子民嘅懇求，更加添我哋遵行你旨意嘅力量。這都是靠着我哋嘅主耶穌基督。阿門。我哋以感恩嘅心同讀總謝文。全能嘅上帝，賜萬恩嘅父，為了你對我哋同萬人嘅良善慈愛，我哋誠心感謝你，我哋讚美你，因為你創造我哋，保護我哋，並將今世各樣嘅福賜俾我哋。我特別讚美你無比嘅愛，藉着耶穌基督拯救世人，並賜我哋受恩嘅方法和榮耀嘅盼望。求你使我哋認識你嘅恩惠，能真誠讚美你，不但是在口頭上，而是在生活上，奉獻自己為你服務，
一生行聖潔正義嘅事，這都是靠我哋嘅救主耶穌。但願尊貴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永世無盡。阿門。求運禱文，全能嘅上帝，你賜恩使我哋喺呢個時候同心禱告。你曾經藉着你嘅愛子耶穌基督應許話，若有2、3人奉佢嘅名集合禱告，你必在他們中間。現在我哋所願所求，又係對我哋有益，求你允准，使我哋明白真道，得享永生。阿門。我哋係奉獻我哋嘅心思意念、恩賜、金錢，回應主對我哋嘅看顧愛護。慈悲嘅上帝，你在創世以前已呼召我哋，求你把我哋今日所奉獻嘅分別為聖，更重新堅強我哋回應你嘅呼召。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而求。阿門。我哋一齊係領受祝福，願上帝賜出人意外嘅平安，保守你哋嘅心懷同埋意念，就係你哋曉得敬愛上帝同埋佢嘅聖子，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又願全能嘅上帝、聖父、聖子、聖靈祝福你哋，保護你哋，從現在直到永遠。阿門。再次代表教會係歡迎大家嚟參加今日我哋網上崇拜。喺大雪裏邊，我哋有呢個機會，有咁嘅科技俾我哋喺屋企都能夠參加崇拜，我哋都獻上感恩。特別都係多謝 Violet 啦，亦多謝喺幕後嘅 IT 嘅各成員特別為今日早上嘅崇拜咧作出好多嘅功夫。咁代表教會多謝大家。亦多謝羅牧師俾到我哋嘅信息，讓我哋都喺黑暗裏邊咧去為主作光。咁我哋2星期一次嘅每日恩光咧，今日選自呢個今日嘅福音書馬太福音第4章，我哋一齊讀一次吓。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他們立刻卸了網，跟從他。馬太福音4章19至20節，再次提醒到上主耶穌基督嘅呼召我哋有冇推遲咧？因為好似彼得、安德烈、雅各或者約翰咧，係即刻擠低我哋所有嘅跟隨主耶穌咧。好，咁我哋有幾項嘅報告吓。咁我哋第一項嘅報告咧，就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咧係有侍奉嘅崗位，你係好想參與嘅話咧，都希望你能夠喺今日咧能夠通知到我哋無論係通知我或者通知 Alberta 咧，咁都讓我哋有好嘅訓練同埋安排咧，準備3、4月份嘅工作啦。咁請大家留意。跟住咧，我哋係堂慶35週年咧，就係今年就係我哋35週年啦。咁我為咗呢個嘅準備咧，我哋都多謝我哋嘅籌備委員會，係好希望徵求大家，如果有啲舊相嘅話咧，請你都喺2月8號咧或者之前咧交俾李幸如 Angela 啦，可以電郵俾佢。咁咧，如果你有興趣參與篩選嘅話咧，都可以同佢或者同Margaret 師母咧係聯絡嚇。咁我哋成人主日學今日開始啦，咁我哋咧期待緊Ricky 老師咧就同我哋講路加福音嘅 Part 2第2部分啦。咁呢個會係今日下晝2點半都喺 Zoom 度舉行嘅。咁如果你係冇Zoom 你又想參加嘅話咧，你可以同我聯絡，或者可以同 Marilyn 聯絡都得。咁咧，今次嘅主題係拯救罪人嘅救主耶穌基督或者周刊，大家上去我哋周刊都會揾到個連結噶啦。下章係啦，咁咧呢個禮拜3開始咧，我哋有英語嘅會話交流班啦。咁呢個特別係即係大家如果想多啲練習英文嘅話咧，我哋多謝 Helen 咧同我哋帶領我哋會有呢個會話班嘅特別這個星期3，請大家留意，就是我們下午4點半到5點半開始
這個連續8天的英語會話交流班啊，希望大家可以帶同朋友一起參加。咁咧，我哋好快咧就2月底就會係我哋教會嘅週年大會啦。咁嗰日亦都係我哋教會會慶祝新春添啊嚇。好，咁咧就我哋為咗準備呢個年報咧，咁就請各部咧係盡量喺今日咧或者聽日啦交晒俾 Alberta，咁咧等 Alberta 可以咧準備呢個年報咧，可以發片俾大家。如果有埋相就更加好啦。咁咧，最後咧，仲係我哋嘅教會甄選政策，再次提醒大家咧，所有喺高危侍奉嘅，即係有機會接觸單獨接觸18歲以下嘅兒童啦，會有機會單獨嘅接觸身心病患者啦、老人家咧，或者處理金錢嘅話咧，都會係屬於高危嘅，就必須每3年咧係獲呢個良民證。咁今年係啱啱3年啦，咁我哋都有甄選政策嘅人員咧會同你聯絡，咁希望大家盡早咧係做好呢份嘅工作啦。咁就職位嘅類別咧，如果你唔清楚你係高危啊、中危咧，咁你都可以上網我哋嘅教友登入嗰度就會睇到噶啦。我諗報告應該係咁多啦。我哋要讚美主，感感謝謝上上主主。拜拜。